主子教训的是，如今事情已经出来了，作为凶犯主谋，洪胜、洪旭断无可赦。您看，是交有司衙门，还是皇上亲旨？都不妥当。如果觉得牵扯过大，反正凶手已经死了，或许网开一面。这两个庶子，杀人在前，负恩在后，叫朕怎么能下咽呢？那就容臣再回去想一想，看看有什么妥帖的办法。把李卫叫来。啊，皇上，不是说此人不堪大用吗？朕是不能让他躲在一边讨清静。当时啊，老爷转过头就问我，那要叫什么名字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差点就说了实话，我这沫子都说出口了，我又生生的把汁儿给咽回去了。哎，那最后你说了个什么名字啊？老爷说那是什么花剌国进贡的药，总不能叫个什么喉风散、跌打丸吧？我就顺口给起了个名字，叫莫了哈里巴拉巴拉斯。怎么想出来的？边吃边说吧，饭都凉了。来，老太太慢点。这一老一少的哪儿去了？啊，吃饭还得请啊！我去叫老爷。啊，那我去叫小魏。哎呀，这个刘宝啊。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，戚戚。小魏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啦3杯2盏淡酒，怎敌他？什么3杯2盏？今天的酒让你喝个够。没味。哎，还没吃呢，怎么就没味了？言过也，正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小魏，你病了？没病。没病，你干什么呢？一桌饭菜都凉了，就等你呢。快走！我求求你，帮我想想办法，把海菊接回来了。少来这套！闹了半天，你在这儿琢磨这事儿呢？你怎么记吃不记打呀？这刚消停点儿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心里面难受。忍着点儿。这叫什么话啊？其实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那你帮我跟奶奶说几句好话嘛，趁爹高兴的时候也帮我说几句啊，因为我不好直接张嘴嘛。你就真那么喜欢海姑娘？哎呀，不瞒你说，自从我第一天看见她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是属于她的。谁要是说你有出息呀，才怪呢！吃饭啦！要吃，我也会跟海菊去吃。老爷，老爷，您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啊，老太太今天特意加了几个菜，说这些日子跟上了弦似的，人困马乏的。唉，我真是有点累了。人都交出去了，下边该怎么办也用不着您了，你就松快松快吧。哼，松快松快。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哦？姐夫，副中堂来了。啊，看见没有？哼，哎呀，哎，喂，哎，副中堂他来了。是啊，在前面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哎呦，我去找他呀！海菊还在他手上呢，我得让我爹跟他说说，无论死活都要把他送回来呀！哎，你省省吧！怎么了？听说又来什么旨意了？关我屁事啊！哎，
我说小祖宗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别再跟着瞎搅和了，行不行啊？我求求你不要再求我了。哎，不行！哎呀，我求你了！哎，爹，哎，老爷，爷，哎，你耍我啊？耍我？不是耍你啊，我求你了。哎，还是我求你吧，少爷，你千万别求我呀！哎，都这么晚了，皇上宣我进宫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？李大人这么聪明的人，可以猜一猜。不用说，一定是一桩美差吧？那肯定。苦活累活是我们的，好差事准都会留给您啊！哎呦，中堂抬举我了。哦，中堂，请您稍后一下。启禀皇上，李卫到了。来了，叫他在外面多站一会儿。李大人，请进吧。李大人，先前皇上脸色可是不大对呀，你自己多加小心。啊，让您费心了啊。请。皇上。你吃饭了没有？啊，臣还没吃。那是御膳坊的晚膳单子，你看看有什么对你胃口的，挑2样，我传他们去做。臣不敢麻烦主子。以前在府里的时候，我就喜欢看你吃饭，狼吞虎咽，就跟8辈子没见过油星似的。唉，臣那时候还年轻，现在不行了，吃的越来越少了。吃的越来越少，可是心眼儿怎么越长越多了？皇上，这哪儿的话？什刹海命案，8爷9爷的那2个儿子是幕后主凶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唉，这1句2句的，还真是说不明白。爽快点，知道就知道。臣宁可什么都不知道。看见没有，这就是老弟。那些刚出道的官员生怕自己不知道什么，四处钻山打洞的乱打听。可是，一旦把关做通了，做到像他这种地步，就想知道的越少越好，对不对，李卫？啊，嗨，皇上是火眼金睛啊！你以为我是孙猴子？对吧？你连拍马屁都不会了。臣越来越笨了。你要是笨，天底下就没有聪明的了。你身为一方牧首，不必讲什么先优后乐、勤政事君，这是起码的道理了。3品也罢，头品也罢，既然接了差事，办事总还得办，这是最起码的规矩吧。可你呢，溜肩膀、耍滑头，也亏你是伺候过3代主子的人，像话吗？
皇上骂的是，臣的确是动了点心眼儿，可这个心眼儿，臣不得不动啊。听见没有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你担心什么？臣伺候老主子这么多年，没吃过猪肉，可见过猪跑。臣知道，凡事只要牵扯到皇上家门口，就都得悠着点儿。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君有过可以直谏，臣有过可以明参。这么捕风捉影、虚与委蛇，是为臣之道吗？请皇上先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请皇上仔细看看。好像在府里，不错。咱们府里也有一个，是康熙爷赏的。这是哪儿来的？是在命案现场发现的，是海城临死的时候从凶手身上拽下来的。这东西也赏过八爷府吧？皇上明察，这东西的确也赏过八爷府。我明白了，这是那2个被子，用来收买刺客的。中堂猜得不错。这还没出刚才的话题，你又想绕什么圈子？皇上，内务府记档，这个物件是康熙58年万寿节的赏赐，当时赏了3位阿哥：4爷雍亲王、8爷连亲王和3爷承亲王。巡防衙门发现了这条线索，派人到玉器行去问，正巧碰见了承亲王家里的人。那不正问个准吗？说的是，巡防衙门把这个东西交到了承亲王的手里，而且把来龙去脉也都禀告了承亲王。承亲王怎么说？承亲王说他没见过。也许承亲王和你一样，怕担不是。要真是这样，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可第2天上朝，他拉着鄂中堂，使劲儿逼着我赶紧破案，这是干什么？皇上，这个圈子不是臣想绕啊。当时我也觉得有点怪，可是没细想，这是巴不得看笑话。皇上说我心眼多，臣其实也不愿意把人都往坏里想。皇上说，君有过可以谏，臣有过可以参。可是，这磕磕绊绊的事儿，是来自天家门内。杀人的是贝子，看笑话的是王爷。这要是臣的叔叔，臣的侄子，臣保证大公无私，连眼睛都不眨。可那都是当主子的。就再没心眼的人，遇到这样的事，也不敢什么都不顾的往前趟吧。这也许都是巧合。没有巧合。朕以为，上一代的恩怨，随着年深日久，也会日渐消弭了。看来朕真是大错特错了，还什么骨肉亲情？难怪我皇阿玛从来不手软，那是对的。传宗人府宗令，皇上，如今盛世将临，皇上也素以仁慈昭示天下，这是个大好局面，不可因小失大呀。中堂说的对，朕要图痛快，用不着皇上操心，臣早就下手了。朕再仁慈，也不能纵虎为患。你们看，这个结该怎么解？把这案子交给承亲王审理。臣据你旨。
你也别想转身就走。你去成亲王府，我要你从头盯到尾。朕给你密奏权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直接告诉我。这个拿去，给他看。他要是不明白，就直接告诉他。 圣旨到！快拿！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着成亲王详查什刹海命案，缉拿凶犯，追究原委，一应处置，由成亲王全权裁决酌定，无需奏报，钦此。谢皇上恩典。 当年在四爷府里，这位宝亲王就是个不声不响的阿哥，只看他埋头念书，多一句话也不说。哼，没想到聪明过人。反正啊，不是个简单的主子。哎，你别看，雍正爷他办事狠，可都是直来直去，有什么脾气也都摸得着。哼，可这位主子比他爹难伺候。 如果当时啊，我能辞了官，就什么事也没有了。可偏偏又留下个什么遗诏？哎，这个就是雍正爷的天子心机了。用这种办法保住几位老臣，不是为了您，是为了他的儿子。哎，这不就用上了？事情还没完呢。不过看得出来，皇上对您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，让您亲自去盯着成亲王，还给了密奏权。哎，这可是贴心的差事啊！我还真不稀罕。 当年那几位王爷争夺皇位的时候，乱七八糟的事我都看腻了，亲的热的往死里掐，2个字，没劲。王爷，王爷，顺天府把那2个刺客转过来了。王爷。 傅中堂把海城的女儿送过来了，他曾经拦轿喊冤，说送过来让你同案审理。原告、被告都来了，不能不问呐！干什么你们？究竟想干什么？大家都逼我是不是？好，都逼我，逼急了，逼急了我就哭一个给你们看看。 老爷啊，怎么样？巡防衙门大门紧闭，看不见人，找人打听也都是一问就躲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接着打听，算了，让人注意了反而麻烦，下去吧。是。哎呀，狗东西，办成没办成都应该有个回话啊！要是没办成，那2个人弄不好已经招了。 大门紧闭，一问就躲，想必有讳莫如深的地方。哎，讳莫如深，讳莫如深，什么意思啊？哼，你想，皇上大张旗鼓给我们平反复决，那是收买人心。即便有什么口供，也要顾全大局，不得不讳莫如深。 网开一面，这是我的猜测。关键还得有个准信儿。哎呀，坐着干等着，不急死人了！哎呀，不能干等。对了，上次成亲王不是说要引荐谢恩吗？我们主动上个谢表，请求必见谢恩。如果准了，那就说明天下太平。
是个好办法。皇上，洪旭、洪胜请求必见谢恩。成亲王那边有说法了吗？还没有。我估计，恐怕正在家里头撞南墙呢。先让他想着吧。这个脓包真的留给成亲王，他要是捅不破怎么办？不是还有个李卫吗？让他垫底。大秦皇帝真是胜算过人。一道遗诏留下李卫，就是要给您留下一个垫底的人。也就是用用而已吧，我看也办不了什么大事。成亲王是要向他讨主意的。李卫能老老实实给人家出主意，那才是笑话。那必见的事，见。善事这还是要做到底的。哎，落轿，落轿！王爷，到了。我长着眼呐，啊，我去知会一声。妈的，不就是老四身边的一个臭奴才？就说成亲王求见，什么东西？哎呀，都到了这一步了，您还能找谁呀？再说，皇上派李卫陪您办案，想必有在旁盯着的意思。咱们敬神呐，先敬鬼吧。成亲王到了，他也有求我的时候。哎，当官不打笑脸人，人家王爷礼绝百官，居然自己登门了，你也得装装样子吧。他是没辙了。行，让他等着，我先漱漱口。哎呦，王爷，哎呀，有什么事儿让底下人招呼一声，我过府上去候着就是了。哎呀，我这也是顺路啊！啊，请，我呀知道您忙。这不是来差事了吗？旨意里呀提到了你，这案子的前后后你又最清楚，所以呀。我来跟你呀闲扯扯。哎呀，有什么您说，我呀给您跑腿儿。这案子还真有点牵扯，这你知道吧？不知道。这个老八老九当年死在宗人府的狱里，怎么死的？你也应该有所耳闻吧？哎呦，当时我在外任，离得远呢。哦，有一种说法，说死于非命。可能是那些管狱的胡乱揣摩圣意，在饭里做了手脚，下了慢毒。老八老九那俩孩子也真是，跟两个管狱的过不去干什么，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。哎，你怎么老是哦的？刚才您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说李大人又接老弟哟！您折煞我了，叫名字李卫。我是实心实意呀。来请你帮忙拿主意。哎呦，您抬举我！我要是有主意，皇上还让您办呢。这我都急成这样了，你就真瞪眼看着？千万别急坏了身体。您呐是贵体，不经折腾啊。他们一下子杀了2家人。
这可怎么办呢？杀人偿命呗。这是皇上的意思？是我顺口胡说的。你李佑介是顺口胡说的人吗？啊，跟我兜圈子是不是啊？还是让我给问出来了？这杀人偿命，你这是口嫌亡命，是不是？不，皇上什么也没说。我就知道这事儿啊有了章程了，只不过让我来当一回恶人，对不对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当恶人我不怕，那有什么？老八老九都死了那么多年了，怕什么？不瞒你说，只要有了准谱和圣意，让我自己轮鬼头刀当刽子手都行。总算是没有白来呀！刚才在门口的时候，我说李卫呀，都说你精明，看来你还真精明啊！这杀人偿命这样的孽种，杀人在先，给皇上丢脸在后，不杀等什么？这不明摆着吗？知道了，知道喽。王爷，王爷快回府，有旨意。什么旨意？是不是明旨处决？让您和李大人一同监斩？让您和李大人饮上洪旭、洪慎两位辈子，必见谢恩。什么？必见谢恩？不杀了？您说什么呢？这引领必见，可又是恩典呐！我说，这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呀？新做的。是啊，不新做怎么办？我这哪有现成的被子服色呀？那是，得合规矩，丝毫不能错。哎，我们呢是虚惊一场啊。这个时候引领必见，皇上是心软了吧？如果你脸上刚刚挨了一巴掌，你的心能这么快软下来？是，好。俗话说呀，骂人不揭短，打人不打脸，就是街上一个收破烂的，你给他脸上啪的打一巴掌，他也能记你一辈子。何况那张是皇上的脸呢？哼！引荐谢恩，那是做给别人看的。恶人呢，留给别人去做，自己那好人做到底。这只能说明这巴掌还真打疼了。越是疼啊，就越要装作根本没有打脸这件事。哎，你要记住啊，皇上老子永远都没有错的时候。当初年羹尧如何呀？平定西北功劳可大了，不就是因为没顾皇上的脸面，给四爷下不来台就照杀不误？哼，那谢恩的场面比这可大多了。真没看出来，这位主子年纪轻轻，居然也是天子心机，高深莫测呀！哎，见多了也就那么回事儿。这么看来，这两位贝子爷可悬了。他们的日子快到头了。皇上驾到！恭迎皇上！起来吧。谢皇上。
着贝子洪旭、贝子洪胜觐见谢恩。臣奉旨，引洪旭、洪胜上殿谢恩。好，进来吧。这。 臣洪旭、洪胜，恭请圣安。你们两个的气色都不错嘛。滔天之福，尚能为皇上驱使。好，看到你们如此身心通泰，朕很高兴。臣忘却谢恩。朕自御己以来，夙夜所思，无非就是2个字，那就是太平。 于万民要讲休息，于臣公要讲宽恕，远孝文景，近追圣祖，这是朕反复说的。你们2个要知道朕的恩典所在，就应该记住这些。臣谨记在心。你们都是晋之宗室，如今又复了爵位，若使门第不衰，宜当洁身自律，克勤克俭。 日后国家有事，朕还要用你们。臣万死不辞。好，很好。论辈分，朕和你们是叔伯兄弟，日后有事尽管对朕讲，该关照的朕自然会关照。不敢烦劳圣驾。只有一事，我们2人想请个旨。讲。 家父的坟茔年久未修，这些年我们2人乃戴罪之身，也不便出行。我圣朝素以孝治天下，请皇上恩准，离城祭扫。百善孝为先。8叔9叔的坟茔在什么地方？在京城西南，离永定河不远。叫内务府拨点银子，好好修缮，慎终追远吧。 谢皇上恩典。李大人，李大人，李大人，傅中堂要见您。走吧。中堂找我，坐。啊。那个案子审理出来没有？好，成亲王正在审理啊。最近。 4处的西北贵州一带都出了一些乱子，皇上也是朝前夕替，寝食难安。这个案子要尽快有个了结啊！我去催催成亲王，尽快审出眉目，再来回中堂。这还用再审吗？哦，您的意思是不用再审了？我说李大人，你是真糊涂。 还是装糊涂啊！我这个人呐，一会儿明白，一会儿糊涂。我这个人嘴笨。我们直来直去，您就别再绕我了，行不行？您是伺候过3朝主子的人，这还用我明着点吗？ 您就说，什么事儿吧？我不是说了吗？这件案子要有个了结。洪旭、洪胜，伤天害理，断无可恕。留，是留不得了。
怎么处置？有旨意吗？要真能明乎直令，还用找您到这儿来吗？想一个两全的办法吧，既不伤朝廷的体面，又要把事情了结。成亲王裹在事件之中，不能真的指望。这件事只能倚重你李大人了。我李卫阴狠损坏，五毒俱全，是不是？不要说气话了，这是个棘手的事，皇上骨梗在喉，又不能汤汤水水的撒一地，总得托付给一个办事老练、稳妥又有主意的人，为圣上分忧吧。是啊，太平盛世嘛。皇上每每提起您，总说您是拥趸出来的，眷顾之意与众不同啊。除了君臣之意，毕竟还有个主仆的身份。说句不敬的话，当今皇上是您在府里看着长大的，不管僧面佛面都是有的。就算是为了先帝的知遇之恩，给当今主子分分忧，办点事，也不算勉为其难吧。既然中堂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请您回皇上，他做个盛世明君不容易，我当一回恶人不难。李大人毕竟是个明白之人，哼，我宁可糊涂点儿。8爷9爷的坟知道在哪儿了吗？问出来了。你带几个可靠的人，先去一趟。是。哎，听着，这趟差事，就是连你妈也不能告诉啊。就委屈你们陪我当一回恶人吧。嗨，瞧您说的，您要是恶人，那天底下就没好人了。哎，行，你拍马屁吧，挑个时候。哎，停轿，停轿。海姑娘，请。哎，哪儿去？哎呀，海菊回来了！等等。哎呀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什么时候你还让我等？老爷叫你啊！干嘛？不知道。就说你没看见我啊？哎，一说瞎话，我这人脸上就挂不住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要去见海菊啊，谁拦着我，我跟谁急。啊，你急啊？嘿嘿，我不怕，老爷急我可惹不起。我说宝哥，这些日子我的牙齿啊，都肿了。你少来，牙肿了总比屁股肿了强啊！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可小心点，老爷那边正窝火呢。他要干什么呀？怎么跟你说呢？这老爷说啊，他让皇上逼着做一回恶人。这不，我也刚领了差事，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让你去你就赶紧去，千万别给自己找麻烦啊！爹，你找我？哎呀，念书啊也别念得太累，该散心就散散心，谁不喜欢玩啊？是不是？哎，过来。这衣服是不是单薄了点儿？你没听说吗？10层单不抵1层棉呐。来，过来。哎，请问你是李卫吗？李卫在哪儿啊？好像你很面熟啊。
感觉好像认识，但是又很陌生啊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我又不会咬你，你爹也不至于饿成那样吧？哦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爹要不是恶人呢，天底下就没恶人了。什么？不，我说错了啊！我是说，天底下如果没有恶人呢，就不会有好人了。你也别不自在了，过来跟爹说说话啊！来。我知道你心里头有气，你也别怪小薇他爹。有道是官身不自由，其实小薇他爹骨子里头是个再好不过的人了。从当小县官的时候起，就一心帮助老百姓办事儿，谁受了委屈啊，他就帮谁，得罪比他大的官多了。为什么把我接回来？这是老爷关照的。一个姑娘家，也不能总是东奔西跑的。往后啊，你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啊。能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吗？老爷说啊，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你看着他怎么给你报仇。你看你，憋不住了吧？这好人也得有我一份啊。李大人不是说不管这案子了吗？人家就不先改改脾气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要知道为什么就好了。这些年呢，爹忙里忙外的，你娘又死得早，对你呢是疼的不多，骂的不少啊。在你心里，我不一定是个多恶的人，是不是？如今呢，我也想通了，我总得占一头吧，不能到头来猪八戒照镜子，这里外不是人呢。爹，你没事吧？你看我像说荤话的吗？一点都不荤，特明白。老爷，其实呢，好人也不难当啊。虽说你没多大出息，能成全的，我都尽量成全啊。来，快点！海菊，我特地把海姑娘给你接回来了。哦，你们先聊着啊。去。哎呀，哦，走。是圈套。你怎么了？是个圈套啊！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圈套啊？哎呀，你真的不知道啊！他们这些当官的人呢，从皇上开始，左绕一下，右绕一下，说的话都不知道哪句是真的。哎呀，还是小心点好。